公司的薪水2个调，比如说，他一个月3000块美金，10几万美金，前2个礼拜是教会出，后2个礼拜是投资回去。
时礼拜要开始扫啊。野花是应该学落的，因为伊听我滚球的声。野花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过伊，我就得到丰盛。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落伊。咱即马来唱圣诗第37首，印着真写主野花，学落咱的主。圣诗第37首。天下主耶和华，主爱眼万不算，浪费当中求主学会，应该有公这位，因的空呀是为了流，其长我浪汤流。我下堂听要得最大，信心问题过大，一个人中对主爱有，依旧可以拯救，你敢定落个抓应听，高堂听天的声。做兄弟出言出做爱，万难我乐天派，天国的心灵着大酒，熊熊欢喜快乐。我就咱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对上帝的信仰。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一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宣律法甲先知的总分法。我以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怎人要为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我着咱三到暗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人生上大的主宰，要保守阮的一生。主，当即马阮我搁伫这疫情的范围内底，拢在忍耐，也求你赏赐互阮有忍耐的心，也有忍耐的心，会使听阮厝边的人，听阮家己，也听上重要的嘛是听主你。主，阮今日伫遮，今日是你所赏赐互阮的安息日。
阮阁有份来山顶来甲你做伙，伫即个圣殿内底来敬拜你。主啊，也求你的圣灵，顾阮的心，互阮会安静来忍受你所要传互阮的话。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互阮生气，来救阮脱离拢总的歹，互阮有快乐的心。也求你保守阮伫山顶有一个时间，专心伫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接着咱来读圣经，读上帝话，记载伫诗篇第16篇第11节，咱就来读圣诗第16章第11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圣经到遮，接着咱请林牧师来为咱讲道，伊的题目是远过内心再出发。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时咧讲道前，咱先做伙来祈祷。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赏赐甲带领，是即个日，阮通到山顶做伙祈祷。后者阮的即事祈祷了真好，阮拢是受主所照顾。当然是即个时间，德国因大水，阮实在也无法度斗相共应。求主保守带领，用信仰好的德国人，一主的帮助下面，通好早一日来恢复原来的生活。嘛愿主看顾教会兄弟，有人丢除，甚是要主有风邪，有人已经做决定，有的人还未决定的即个中间，无法度改变，所以只有求主保守带领。有时确实住无一定较好，无住嘛无一定较歹的想法内底，阮以上，阮只有会当交托互主。嘛为着替欠安的兄弟，互人摆咧一主的面前，愿主保守带领，有的人时日还未到，有的人还搁咧打拼追求医疗，有的人有家己的想法。总是求主看顾，阮以上医生袂甲阮害，总是伫即个过程内底，阮免怎妥协，阮的肉体一只免怎得到健康，让愿主通保守。最后，也是阮接续落来，大家一定会当到。开始有人要开业，有的人嘛要开工，今仔日阮的兄弟也要转去上班。伫即个过程内底，因为疫情还未消散，逐工新北市、台北市还阁有咧发生，也求主看顾，伫阮工作外出，甚至甲人接触的过程内底，拢通得主的保守，免拄遮病菌的感染，嘛愿主保守。阮基督徒追求的上大的目标，就是下当荣耀主，搁有利益伫人。主，阮今仔日也要来看，是当年即个时已经咧荣耀上帝，嘛伫一人的台北王朝即个时间点，意思咧，逐个经济长好，逐个落地啊拢长有钱，圣殿也拢起好，即个时阵，犹太人因安怎咧坚固家己的信仰，安怎提升家己的信仰，最后安怎行伫信仰的道路顶面。阮一只安尼献上阮的祈祷，愿主接纳，也愿主看顾接续落来的时间。安尼恳求，一切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今仔日特别读将即事读的经文节，一只咧讲，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
按即节来看，倒转来看咱诗篇16篇写作的背景，其实咱一个会了解，人是啥物时阵才会追求快乐甲欢喜？啊，毋是家己哦，是追求上帝的快乐甲欢喜。肯定一定是爱人真富足啊！我着出门吼，要食啥免惊无钱的时阵，也是讲我真家己真欢喜快乐的时阵，心有余裕的时阵，才会去追求上帝的快乐。所以呢，按遮来去看，即个时阵肯定是因以色列百姓上平安，国家军事武力上强，啊嘛是上重要。迄台湾人一简单拢去猜，经济上好的时阵。啊，即个时阵，咱的圣经直接有记载，即篇诗篇16篇，是即内底咱会当读出3个字。第一个就是因要坚固信仰，毋通袂记哦，即个时阵人因上好上勇的时阵哦。第二个，人因要提升家己的信仰。最后一个，人因要搁再出发，好要搁较好。所以呢，伫即个充满真侪好的经文段内底，共款。咱按16篇第1节才来看起，圣经直接咧讲：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倚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第3节讲，论到地上神的百姓，因是极其好，是我上帝所深深欢喜的。第4节才嘛讲，因别个神替换上帝的，因的忧苦。免人下天，因献点火的祭，我无献。我的喙唇也毋提起因的名。再说即2节是真侪基督徒真爱的啦。第5节才着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野，我所应得到的，你甲我固守。所让予我的地，是一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真好。啊，最后即2节，第5节甲第6节，嘛是和合本的翻译是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在我杯中的份，我所得到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段经文一只当然，甲接续落来，咱袂少兄弟吼。会碰到的，就是接续落来，可能咱疫情渐渐消退落来，会渐渐解封啦吼，会开始会当自由活动，所以真侪做生意啦，还是讲咱爱转去上班的所在，拢会走出来。啊，即个中间内底，嘛借着即2节，祝福咱兄弟。确实，咱的信仰，耶和华上帝是咱的产业，嘛是咱享受伊的福分，啊，这是咱的主，拢会甲咱固守的。啊嘛，愿主保守带领，接续落来，可能咱不管去到啥物所在，做生意也好，工作也好，是咱的工作场所，拢主甲咱同在保守。啊，即段经文一只第1节到第6节，即段第1节一只甲咱讲，要得到上帝的份野，啊，要伊甲咱安排好的所在，啊，互咱的产业，互咱家己的信仰会当得到固守。第1节直接甲咱讲，你家己第一个行动叫做先倚靠上帝。啊，即个倚靠毋是干那行动行为顶面。第2节嘛共款哦。圣经特别深入一步甲咱讲，咱的灵魂嘛爱倚靠上帝。啊，接续第4节佫讲一摆，嘛爱倚靠上帝。毋通啊，特别第4节讲毋通用别个上帝、别个神来替代咱的信仰，啊，安尼吼，煞变毋对去，因为一开始甲咱坚固就是耶和华上帝。当然后壁遮有开始讲到，咱要倚靠，是安怎爱倚靠这个上帝？本身有诶，就是后壁遮讲，家己我无因献点花的祭，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毋提起因的名。这台语吼，翻译台语圣经的口气较无遐强烈，若用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会较强烈。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讲，他们所交际的血，这个献祭我不献上，
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一只真趣味的所在就是，圣经甲咱讲，我靠上帝，这咱拢知影。最后才甲咱讲吼，小心咱的献祭。外邦人用火献祭，外邦人嘛咧讨论因的神，结果咱的上帝教导咱吼毋免还是外邦人，所以做事吼爱开比倒用嘛吼，咱毋免，咱的嘴唇爱谨守，咱的一切无提起别个神的名，意思就是咱的一切拢会当交托互耶和华上帝。所以咱自然照圣经的安排安尼来行，咱自然袂去提起别个神的名来取代家己的上帝。嘛一只嘛会当看见上帝有一个圣洁、清气要紧的所在，因为一只又讲点火的祭，我无要献，所以一只火，咱拢知影，火若是输血吼，迄就较清气嘛吼，因为迄咱人体需要。总是若火，若是伫外口安尼晒日的话，迄就真紧会败坏。所以上帝伊无爱人献火的祭，无爱献火祭的所在，清气性直接走出来。所以上帝伊的神性甲清气上重要的，伊嘛借着献祭咧甲咱讲。咱的神吼，其实无欠伊的信徒，是毋是有用献祭来甲祭拜无？咱的上帝无看重这，咱的主伊绝对知影，伊是一个圣洁阁是神圣的神，所以呢，伊望伊呼召出来的人，就是咱基督徒啦吼。通过洗礼以后，咱拢保持圣洁的身份，安尼，才有法度进入上帝的产业。咱若进入上帝的产业，顶倒转来讲啦吼，头才有提起上帝是我的产业啦吼。安尼，才会当讲上帝嘛是我的产业，因为我属上帝，上帝嘛属我嘛。即个中间人甲神才有一个结连，结连以后，圣神才有法度入你的心做工。接下来咱拢讲到足通俗，就是坚固你的信仰。伫即个中间，当然，你的人若得到坚固，你的事业、你的企业，当然嘛一定得到坚固。特别咱基督信仰甲人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别个信仰，无准毋知影啦吼。因为我捌拜过别个神，逐个求的，若照安尼看起来，就是拢咧求家己所要爱、所要愿的。所以人求的永远袂周全、袂周全。但是咱的信仰，互你会周全的所在。敢若看圣经啊吼，咱若敢若讲诗篇箴言，真内底有偌济物件是教导你的做人的品行。准讲若无教导你做人的品行，无嘛有教导讲咱要安怎看代志的态度。即真内底圣经教不只是遮尔啊矮的赞处，敢若箴言嘛有教讲咱爱食啥才会健康嘛。若佫扩大出去，生命记、民数记内底嘛拢有记载。所以咱的信仰毋是干那顾你个人的，咱的信仰是会影响着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包括你厝内底人的亲情、你的健康，你所想着，拢会影响着。这较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较是一个有真正神的宗教。所以一只有当时人伫即个中间受到真正的神照顾。也是讲稳定引带啦吼，也是有个人讲管教，这拢无要紧，因为上重要，咱的上帝爱你的人生200分啦吼。真侪人拢讲人生爱100分，无说因为较受后现代教育爱200分，咱着看咱讲一个闹开的啦吼。咱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先生，伊考试绝对是100分啦吼。你感觉伊做人几分？就简单安尼讲，我相信咱有咧读圣经的人，你绝对是200分的人。总是是安怎，咱毋敢安尼承认，因为圣经佫有甲咱教，咱来谦卑。所以咱知影，咱家己毋是完全的，来借着圣经，借着咱的主来学习做一个完全的人。安尼，咱是上帝的产业内底，毋则袂歹势，享受上帝的恩典。安尼，咱毋则袂
袂是一个太高的人享受白白清气的稳定，安尼人甲神关系就连结起来。啊嘛，按遮来你看，咱的上帝是一个大方的神，所以会当一只第50甲第60的经文段头则所讲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额，我所应该得的，咱拍拼得来，伊就是上帝甲我固守。啊，咱拢有厝通住嘛吼，若无厝通住嘛租厝，所以所让的地是真水的所在。可能咱甲咱的厝边有时嘛袂拄好，但是迄个所在咱无亲像外口无信主的人，一定爱风水风位有诶无诶，等下你溪靠半步，你想主让互咱的拢是上水的，敢讲你住的所在是上歹的嘛？这嘛是人毋通安尼想，所以咱整个来讲，我的产业真正好。啊嘛，按即句话，咱嘛会当看见一个神，伊委屈的所在，确实上帝真委屈。今仔日若换你做上帝，你有要奉讲你是产业无？你是我的产业，较上好就是我会当甲你画的啦吼，你是神的，我当遮你甲你画。总是神，上帝家己先屈家落来，咱只要有法度进一步，通好甲主咱做伙。所以伊屈家落来，嘛成做咱一个真爱重视的所在，就是上帝若是我的产业，若安尼，我爱即个产业，我爱安怎？上基本咱拢会甲上好留互咱的子孙嘛吼。所以咱嘛应该爱甲信仰留互咱的子孙，特别愈年老的人愈知影，我若囝查某囝即代顾袂底吼，我就真牛啊嘛。若孙即代咧。无法度，只有拜托一个神来甲咱照顾。所以上帝即个产业，耶和华上帝即个神是上好的神，上好的产业，通好留互咱的后代子孙，通好来享受，嘛通好得到管教。因为咱绝对无盼望咱的后代无坚固，所以这是咱的主，安尼头甲尾讲起来，是咱现实面咱的工作事业甲咱坚固。到坚固到咱的后代子孙，这只有神才有法度甲咱坚固的部分。当然，人若得到神、得到上帝的坚固以后，家己的地基若徛在，接下来人一定会想要进步。这对啦吼，这无讲毋对。现代社会人要提升家己，一定可能不只是社会地位，嘛是学术。就是讲咱的学历，还是讲信用，拢会想要进步。这是真好的想法，真好的行为。确实人嘛爱进步，总是进步吼，介好有一个神，甲你点一下。安尼吼，你毋免冤枉行一寡冤枉路，叫咱减少行一寡冤枉路。接下来第7集甲第8集，就是甲咱讲遮个代志。你挖去以后，坚固以后，上帝会甲你指点。第7集才咧讲，我要学了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名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第8集讲，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错。和合本的翻译是讲，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动摇。遮内底有真侪人生的道理啦。咱来讲一个较通俗的，咱大家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讲吼，今仔日我都已经到一个技术也好，还是讲我的人生到一个层次以后，人拢要追求更较好。接下来咱来计划嘛吼，计划好即摆去做，即个中间会碰到困难。有当时吼，不只会碰到困难，有当时即个困难吼，会互你感觉真闹气。有当时佫会互你感觉，即种代志吼，以我的水准，哪有可能无法度解决？暗时想起来时阵吼，佫会感觉，我是毋是退步去啊？如果你若有即个种
安静的时间，想起较早一寡老气代，也是讲做了无好势的时阵，这个时阵吼，请你毋通感觉奇怪。这个时阵绝对有圣神陪伴你，因为圣神互你想起暗时你困的时阵，想起咱迄时啊闹鬼的代志。这圣神绝对咧利用这个时间，咧软化咱的铁少心肠。为虾米？因为咱的家己若铁少心肠吼，一直拢是我，这个我内底无法度互圣神刻入来的时阵，安尼你安怎甲主合一？所以人要怎突破家己的困难？这诗人王德尔诗人王德义伊有讲过一句话，真趣味。迄句话就号做：这个人世间，伤过侪人活着无亲像家己。思想是别人的意见，生活是别人的模仿，感情是别人的印刷，安尼人生痛苦。嘛因为安尼的人伤济，必须到这个世间，咱拢常常看见真济人活了真艰苦的背后，毋是讲伊生活环境无好，是因为伊伤过注重别人的话，最后咧失去家己。所以即摆咱现代人吼，咱咧逐工咱这长辈吼，拢会甲互输来。其实恁甲我内底有一句话真趣味，迄句话吼叫做“少年人知影一切”。中年人怀疑一切，老大人相信一切，安尼敢好？我相信安尼毋好啦吼。即句话其实迄是一个警醒的话，伊讲少年人知影一切，迄号做吼不知天高地厚。中年人怀疑一切，迄你甲咱警醒吼，做代志行袂着顶啦。老人相信一切，最后会安怎？失去家己啊！所以一只做人也好，也是处事也好，安尼咱毋通行转去咱这世俗话内底。圣经甲咱教的拢是上纯正。特别第7节、第8节遮咧讲，我靠上帝的人，我要学了迄个教是我的上帝，也互我，每时我的心肠也指点我，因为互咱有反省的能力嘛。第8节讲，我常常敬奉耶和华是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忧错。这确实真正有影。上帝若是你的正边，你就有得保守，你就有平安。你行路特别搁偏正边、偏倒边，你嘛就忧错。所以，毋知咱基督教会会有一句话讲了真实在，其实迄个意思真阔，就号做看神，无看人啊。一切的道理，拢是即个字内底。一只圣经嘛，咧甲咱讲，只要是圣经真理，咱的主所应允的，伊倒以后有平安，咱就通去行，因为主是咱的正边，帮助咱，咱就无忧错。所以到遮安尼，咱袂当读出圣经一只咧甲咱讲，我靠上帝，去坚固嘛吼，坚固咱的基业，坚固咱的信仰。第二步就是我靠上帝，提升家己，这是咱的信仰，会当甲咱走啊。真侪伫伊个所在，所以初代教会真明显。有一句话咱一定拢知影，圣经以代初代教会因是平安的日子内底，基督徒日日坚固信仰，互相提升信仰，读圣经无祈祷，下声无煞，这就是安尼来。今仔日牧师要来甲大家讲，耶稣族谱内底有一个传奇的人物啊。当然，耶稣的族谱内底有真侪人真传奇。今仔日咱来讲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这位省长，伊是波斯时代第一个互外邦人国王会当相信的犹太人。当然，迄个时期前还佫有但以理嘛吼，但是但以理伊拢是中央做代志。伊袂当失伊，若无得到命令，袂当拍走。但是所罗巴伯，伊会当转来家己的故乡耶路撒冷，遮咧做代志。当时耶路撒冷得到波斯帝国的允准，开始伊会当转来家己的故乡开垦，转来家己的故乡住，甲耶路撒冷佫平起来。即个时阵，即个省长伊是政治人物哦。
伊甲遮转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甲因的信仰全部拢咧甲伊改掉。因是犹太人，因当然就干会当信耶和华上帝。啊，即时的时间点大概就是主前600年左右，波斯王就是居鲁士2世。啊，即个王袂歹，开始放犹太人转来耶路撒冷，会当起造家己的城市，但是敢若会当起造家己的城市。啊，即个时阵，南波斯帝国嘛真大方啊吼，伊就讲恁若转去无要紧。我就互你钱嘛吼，啊，互你建材，啊，互你需要的食物，啊，我就加点仔甲恁供应，安尼开着较省。但是迄个时阵，敢若温存会当起城墙、起城市，袂当起圣殿。总是即个省长所罗巴伯，啊，伊就用家己安尼犹太省省长的名，啊，就安尼再三甲波斯王吼，加点仔提起着圣殿的代志。啊嘛一直要求讲吼，啊拜托诶，阮这吼拢互你掠来做奴隶遐久啦，啊要转来吼，无嘛讲加点仔去补贴到阮钱，啊通好按百姓，通好犹太人转来嘛吼。啊当时当然波斯王无答应这个要求，干若讲互因建材，通好起围墙啊。啊后来这个省长伊就家己转来犹太省耶路撒冷诶时阵，伊发现当时转来诶人真少，啊。所以变成真侪起围墙啊，是讲起厝诶工程会当动用诶人嘛真少。啊，即个时阵，即个省长人嘛了落去。伊时诶时阵吼，人因着甲在地诶百姓做伙去起城墙啊，做伙去工作。啊，到暗时诶时阵，伊着甲当时啊吼，牧师接续落来要讲诶人拢真有名，啊，恁嘛拢一直听过啦吼。伊就甲当时在地官员尼米，啊，佮祭司以斯拉甲耶稣啊开始写批，啊去外省啊吼，去别个省，甲遮较早奉掠做奴隶犹太人拢家己叫转来，啊叫转来以后，啊就大家遮为着家己的故乡一遐拍拼，啊当然转来人渐渐开始真侪人转来，啊转来即个半中途开始出现一个先知，即牧师前有讲过，就是。老先知合解，即个时阵，上帝即个合解，甲遮个人讲吼，恁的城墙也拢你起啊，恁的厝也拢固定啊，啊，接下来上帝要带倒去，所以自迄个时阵嘛开始，上帝的旨意嘛入来，上帝嘛应允，恁若愈做工，就愈甲恁赏赐恩赐甲生业。啊嘛，即个时所罗巴伯发现，啊身躯边吼，即波斯互咱的钱拢共开完啊，建材嘛拢共用了啊。啊，变我起上帝的厝，所以伊就讲吼，写一张批转去互波斯王，啊，甲讲吼，我要转去迄个，我爱出差转去，啊，要甲你讲一寡代志，啊嘛是安尼，伊就出外出差转去波斯，啊，甲国王是遐咧讲，啊，阮即摆吼是无经费，欠建材，恳请国王吼，甲建材甲金钱吼，会当拨一寡互阮。啊，加拨我互阮通好来起遮个代志，啊，当时就开始提起着圣殿。啊，即个中间较早无亲像咱有手机啊吼，即摆讲哦，我着甲国王讲较对啊，哦，恁会当工程做较对无？较早毋是安尼，较早是讲煞转去才知影消息。但是即个时阵发生一个真奇妙的代志，上帝通过先知，迄个时阵有两个，第一个就老先知合解，第二个咱嘛捌，迄个先知叫做撒加利亚，开始。鼓舞犹太人爱起造圣殿，爱顾信仰。啊，接续落来，祭司以斯拉甲耶稣啊嘛出来，甲转来人鼓舞出来，咱厝拢起好啦，接续爱来起上帝的厝。啊，当时在地官员就是尼希米，啊，伊嘛拢做伙出来联合做遮个代志。啊，当甲所罗巴伯，伊甲波斯王讲煞钱物件炸转来的时阵，伊行到耶路撒冷又发现。人已经城墙起码好，上帝的圣殿地基嘛已经拍好，开始咧抬围墙仔起来。啊嘛是着即个时阵，咱拢知影老先知合解即个时阵着王子温调，但是所罗巴伯即个人却消失去，失踪去。啊，这当时真轰动，不管是以色列的历史，还是讲因波斯的历史，拢有记载。你一个省长大官无去，这是换名重要的代志。
佮当时波斯嘛出动军队去找即个省长，啊哪会无去？啊，总是人就是安尼，一定有伊个阶段性任务。当时所罗巴伯落去以后，后一任波斯王就真正叫在地官员即个尼希米出来做第二任犹太省省长。所以咱的圣经毋只有尼希米记，只会记载，啊，这个记载内底嘛拢是圣经做的。咱嘛借用即个记载来去看，犹太人因当时掠去做奴隶的时阵，因拢对人去拜巴力嘛吼，拜别个神。但是转来以后，开始大家注重袂当过迄落人，袂当过去拜别个神啊。咱着自早拢上帝甲咱固守，所以咱家转来上帝的信仰内底。所以迄个时阵，耶路撒冷安尼乒乒乓乓，逐工安尼一遐劳动，加减拢会出意外，但是上帝保守因平安。是即个平安内底，因的信仰也固定，因的基业嘛固定。圣殿最后嘛一遐起起来，耶路撒冷嘛是真短的时间内底恢复较早的经济繁华甲热闹。所以一只来去看，是安怎当时口只有念着名的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在地的官员尼希米，啊，搁在地的祭司以斯拉甲耶稣啊，是安怎因家是波斯王还袂好的啊，还袂讲好的时阵，因着做遮个代志。决定是甲圣经第8节有关系，因为因常常敬奉耶和华是因的面前，啊嘛因为上帝拢是因的正凭，因做代志无摇错，因为因知影因做落，其他国王有要答应无，上帝自然就会去影响国王。这就是基督徒，咱读圣经，咱得到上帝的经过以后，咱的信仰提升。接下来咱搁要再出发，上帝的教示内底，上帝的指点内底，随时就是咱再出发的要紧。啊，当然是接下来经文内底，遮咧讲，互人有勇气，互当时的犹太人敢安尼做的。第8节，啊是个第10节甲11节遮咧讲。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性命拄着朽烂，啊！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当时的人敢安尼违背波斯王的命令，阮想，除了当时犹太人已经开始学习会晓倚靠上帝以外，因嘛绝对按因做奴隶的历史内底，因感受到上帝是安怎照顾伊。当然，才有一个基督论啊吼，遮有着啊讲到耶稣基督会死搁活，因为第10节遮是明显，伊讲上帝无将咱的灵魂下入阴间，对神呢无拄着朽烂。当然，人一只。迄就是一个阴性永远活的概念造出。啊，接下来11节则讲，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咱听到遮，咱若想着耶稣讲啥物话？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嘛。若无，恁若无照着我，免去到上帝啊。所以其实到遮，上帝加点仔已经有甲当时的犹太人启示啊，人是会搁活。人有永远活的活命，但是呢，因为咱的智慧就是有限，所以咱无法度理解迄个叫做永生是啥物，啊，迄个搁活就叫做啥物。所以这一切的问题，拢感觉耶稣基督。咱的主出世以后，伊搁活以后，这几百年来的宗教问题，是咱的主顶头，一困头一摆找着答案，啊嘛找着原来。咱基督徒拢知影，咱基督徒的人生是一条活路，这条活路是上帝已经甲咱备办好的道路顶面，所以咱想要进步，想要好更较好，总是咱就是人嘛吼，咱一定会行毋着路嘛，会行着冤枉路，啊，无拢无紧，咱着搁跳，搁人爱搁活，所以咱着搁跳脱出来，跳出来，搁跳转来上帝原底就甲咱安排好的道路顶面。啊，安尼看起来，4天16天，虽然一切拢咧讲好，
但是这内底好甲好的思考，就拢是这篇内底。要经过提升再出发，就是这篇甲咱留下上好，咱会当思考的所在。今仔日诗篇10篇是犹太人因上平安、经济上好的时阵所写作出来。咱会当看出，因是上好的时阵，因想要搁较好，想要得到上帝的眷顾，继续追求提升家己的未来，总是因知影凡事拢是借着上帝。徛伫上帝的地基顶面，搁再重新出发。当然，咱教会后一寡老兄弟艰苦爬徛，有当时牧师去谈的时阵，加点会甲牧师讲一寡有诶无诶，我拢无囥伫心肝内，因为我嘛会想，以后我若遮济岁诶时阵，我若碰到即种艰苦爬徛，我嘛会生气。总是有当时人生有真济时阵，咱再出发。的安排，也是咱的道路，上帝拢甲咱备办好。有时无法度讲出啥物安慰的话，因为我毋是上帝。总是我会当甲你安慰的所在，就是今仔日，咱身体有健康也好，无健康也好，经济有好也好，无好也好，这背后一定有上帝的安排。因为咱是这个世间要经历的，毋是干那好，有时咱嘛会下掉，有时咱嘛会高掉，所以咱嘛会当甲上大愿望。更是上帝的手里，因为我即摆无好，我知影迄个陪伴我的一定有圣神甲我同在，一定是上帝的安排。若安尼，你只要愿望通好囥伫你的未来，你才有法度再出发的空间。有人最后安尼祝福咱兄弟，咱每一个人拢是已经受上帝呼召的基督徒。愿咱的上帝经过咱兄弟的产业，嘛经过咱兄弟的信仰，是未来年日不管咱几岁，嘛愿望咱大家会当借着上帝提升家己，最后是上帝的内底再出发，定是有理想、有愿望的上帝产业内面。阮今仔日用安尼甲大家分享，咱做伙来祈祷。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看顾甲带领，阮先感谢你，你屈下家己，互阮会当得到你的福分甲产业，嘛互阮成做上帝产业内底的一份子，嘛因为阮有即个分业，通好一只做伙来祈祷。当然是即个时阵。有当时，阮人会受到影响，会受到无同款的想法，求主看顾带领，互阮甲你的分野，甲你有分，无离开，阮通固守信仰，是主的内底得到坚固，人若徛在，就通得到主的教示提升，最后再出发，佮我是主的内底。阮一只咧祈祷献上，也以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们。感谢牧师用上帝话来教示咱免会使，咱即马来唱圣诗第487首，来回应答上帝话。圣诗第487首，世间批评对敌。Lord.
消息报告。好，咱教会手抄圣经已经进入迄个以弗所灵书的范围吼，请咱听者爱注意。咱7月28日就开始要来抄写以弗所灵书，搁过来就是咱周报第3点，就是即摆咱无聚会期间吼，请咱大家互相利用电话，也是来互相联络，互相关心安尼。第4点就是讲，这甲咱较有关系啦，就是即摆全台湾大概拢咧看咱双北市嘛吼，咱逐工拢咧数字表演互人看。伫即个中间，牧师安尼敲电话私底下联络，发现咱教会有住有风车比率无真悬啊吼，所以最后是即个无清零的阶段，今仔日特别甲大家讲即点，就是咱若外出，也是讲去迄个菜市啊有诶无，这咱一定爱去啊。因为无清零，无逐工还阁有几个会着嘛吼，是即个期间最后的尾声，咱爱顾好家己共款啊吼，咱若外出，咱就是口罩爱戴好，面罩、手套爱记得戴。无输是加一项啊吼，因为即摆就是加减拢有人会着，所以呢，咱若出即段时间，请咱的鞋啊吼，毋通穿伤好。为虾米呢？因为真侪咱若去迄较大型的病院，咱袂知影。有当时你入去的时阵吼，伊会叫你的骹爱踏遮漂着水，迄就是吼，咱的骹有当时头前的人毋知有着病无，咱毋知影。但是伊若配喙烂，也是讲伊若拍甲唱，若是涂骹的话，咱行过行着黏着咱的鞋啊。因为咱台北咱北部吼，讲带公路大楼较济，咱的家教嘛拢较好。咱若烫鞋的时阵，拢会收入你衫肚鞋仔肚内底。所以就即个时吼，你着摕酒精下面搁下底小可喷一下，安尼保持家己鞋仔的迄个保持鞋仔的清气。因为咱烫鞋仔的时阵，咱的手嘛去摸嘛吼，收入你鞋肚内底。所以这若是面对讲，咱的鞋仔是烫厝内的，咱即个细节吼，咱爱注意一下。搁过来第5就是讲，咱最近北部地区，特别是五股啊吼，5股，伊上高温已经来到39度。最近咱手机有开天气，迄个 APP 有开的人，你逐工一定拢会收到紫外线警报。所以按即阵就是中昼11点开始到下午3点半，你若外出吼，因为有迄个警报，所以你一定爱戴帽仔，戴太阳眼镜，而且盖好就是爱戴防晒油。是厝内也是厝外，不管有开冷气无，你拢爱加啉寡水。当然，牧师讲较鼓励老大人，你若踮厝，你该开冷气嘛爱开冷气啊吼，毋通特别迄个客运长了吼，拢会要为着省钱安尼。牧师就直接甲你讲啊吼，你才会记咧开冷气。好，安尼我补充报告到遮。算起来是工作的时间，咱即礼拜有随着即个斯洛伐克即个国家的关心咱的疫苗吼，是蛮济。咱为着即个国家，为着咱的朋友来祈祷吼，咱嘛为着咱教会吼，名说为着无孙娘，咱厝边隔壁的人来祈祷，为着咱厝的人来祈祷，咱用即个时间做来祈祷。因为国家斯洛伐克来采访，应该里头但是对段时间澳洲水灾，嘛为着遐人全国来祈祷。对于中国的这个疫情相关，这个人肯定来采访他们，就是在有些时间来另外过放心。包括把人包括就是一些心情也会造成到底然后这个病情的这个就是也看到的，
创建。我们最终要会对方很多有处理的部分，因为对于包括台湾的进口的，因为在疫情的影响是经常会许多困难，所以包括跟台湾经常会很多都是问先我们要可以用看看。分享，所有东西做起来都是很重要的。主仰望基督，主仰望基督，主仰望基督，救主冠冕来。上音信息511首，上音线请牧师为咱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灵的相通，对这次减基地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做避讳。